在灯画的绘画上面呢，一般来讲呢，一些大众化比较喜欢的一些花卉啊、山水啊、人物啊，我们都会应用到。有一些我们岭南特产的那些植物啊、花卉啊，我们都会画到灯里面去。比如说我们这里岭南盛产荔枝啊，还有我们的市花红棉花呀。郑和下西洋时期，从东南亚地区吧进口回来很多的那个红木，上岸到广州来之后呢，我们广州的手工艺人首先将它做成了红木家具，有了红木家具之后，才有红木宫灯。而呢一個御品醬油嘅柏菲同呢個腐乳脆糖柏菲係一個中式同法式文化嘅結晶體。有呢個製造呢個腐乳柏菲、脆糖柏菲嘅概念咧，其實都係因為我婆婆咯。好細個嗰陣時，我阿婆叫我去攞腐乳食嘅時候，好多時都會叫我落一啲砂糖去放上去嘅。咁但係大個咗之後，原來係覺得，咦，砂糖可以將腐乳一啲黃豆嘅香味係提升咗出嚟嘅。